關節痛情況好普遍，患者亦分佈唔同年齡層。止痛藥或者止痛膏幫唔幫到你止痛？止痛藥一定止痛啦，咁但係對身體未必係一個好事咯。即係咪治標唔治本啊？係啊，冇錯㗎，我咪呢一兩日會痛咯。喺熒幕前唱得跳得嘅家燕姐，原來曾經都受過關節痛困擾，試過食止痛藥都只係治標唔治本。最近佢得知二公主沈之華同樣受關節痛困擾。我哋拍戲啦，又跳舞啦，又多動作啦，唔多唔少咧，啲關節咧都有啲勞損嘅。咁我同阿二家姐傾開偈咧，原來呢方面佢好早已經有問題㗎啦。係啊，後生嗰陣時啦，我冇好好保養，上咗年紀啦，啲關節就越嚟越痛。食得止痛藥，只得一時，又成日聽人哋講，食得多又唔係咁好啦，我都有啲擔心嘅。其實點樣可以舒緩關節痛咧？好多人會服食止痛藥，但一般止痛藥主要透過化學物質抑制痛感傳遞，並未能從根源解決關節痛。長期服用更加會對肝臟造成損傷。最近有關節保健產品加入咗專利嘅減痛成分 NEM 蛋殼膜，蛋殼膜蘊含多種嘅蛋白質、葡萄糖胺同埋軟骨素等天然成分，配合 UC2、NMN 水解膠原蛋白、透明質酸，一方面可以減少關節軟骨、膠原蛋白嘅流失。另一方面可以提升關節軟骨嘅修復能力。家燕姐最近揾到一款關節保健品，介紹埋俾二公主一齊服用添。我最近食開嗰隻咧 UC2 加 NMN 嘅關節保健品，咁啊出咗隻咧加入天然蛋殼膜嘅升級版喎，對舒緩關節痛咧好有幫助。你知啦，我知道佢有關節痛，咪即刻介紹俾佢試下咯嚇。係啊，食咗一排之後，關節痛好快改善咗，仲多方面幫到我改善關節嘅軟骨。而家我靈活咗好多啊，我點喐都得。